美国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了后，反战争的民众去白宫抗议，批评川普和美国加入去中东的战争。然而，美国国防部长强调讲，这场攻击并不是战争，无要推翻伊朗的政权。不过了后，川普说是讲无反对伊朗转移政权。 伫美国昨暝攻击伊朗了后，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表示，就是强调讲，这届嘅攻击行动无要来改变伊朗的政府，敢若是针对伊朗的核子设备。但是伫这话讲了后，这美国总统川普随着表示讲，若是伊朗即摆的政府无法度互伊朗的人民，互伊朗搁伟大一摆，安尼伊朗就可能出现政权的改变。讲到这届攻击到底是不是成功，美国的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是表示讲，这届确实是有造成严重的效果，但是确实，这个成果即马也在评估当中。即马伫中东地区，阮看到是伊朗已经反击，是攻击以色列。伊朗伫联合国的大使就表示讲，美国伫攻击的时阵就已经失去用外交方式来处理的可能。美联社嘛报道，美国国务院即马是增加伫中东地区撤侨的专机。啊，那伫北京外口，阮拄则有看到是有反对美军来攻击伊朗的民众，因是举牌抗议。 If all he's doing is getting us into another trillion-dollar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o support American oil interests and other billionaires, I'm opposed. We don't want war based off a lie, and we don't want war in general. The U.S. needs to stick to its own business, and we need to stick to our own country. We have no reason to get involved in a war with Russia, Iran, China. 在民众是认为讲，美国不应该来插手伫伊朗、伫中东的战争，嘛表示讲，川普政府不应该支持以色列的政权。即嘛看起来，虽然讲这美军已经顺利的完成伊的行动，但是国际社会也在等待讲，川普政府要安怎来踏入后一步。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华盛顿报道。